南摩第30多劫羌佛遣是邪恶见和错误之见，摘自南摩第30多劫羌佛缘法音开示。第20条，任拿钱灌顶佛法，只要有人拿钱供养，立刻就给他灌顶，这是错误之见。灌顶是要根据根器善根而定，不是拿钱就可以灌。弟子供养师父是应该的，当然不是说供养我已经说过我不收供养。关键的问题在于，在认知上要清楚，不是拿钱就可以得到灌顶，不是拿钱就可以得到佛法。那种拿钱就灌的顶是假灌顶，也就是说那种拿钱就给灌顶的人是假上师。如果不信，就让他印证6部师资考核，当场可见真假。第21条，任大寺庙法成人定属圣人。有些寺庙非常的大，有人继承了这个寺庙的最高法位，大家就认为这位继承人就一定是圣人了。不是，记住我的话，大寺庙的法成人也不一定就是圣人，有可能是圣人，也有可能不是圣人而是凡人。一切都要依了义，不依不了义。第22条，任小寺庙无高僧。认为某个寺庙太小了，只有2个和尚，怎么可能有高僧啊？不可能的。如果有这样的认为也是错的，小寺庙同样有高僧。高僧不分寺庙大小，也不分什么传承，他自己修持成就正量大就高了。有的修行高僧他的法脉传承普通人是摸不到的，因为这些真高僧不会我执夸耀自赞，多在隐而不露。比如开出仁波切在哪里学的捉火定真功，普通人无法了解他是从哪里接成的佛法，到现在也不知道。第23条，任明心见性后松懈修持。有一类明心见性的人得到了道理，一当认识法性真如以后，就把修持放松了，平常不爱做功课，更不入6度修行了。要不然口中挂1、2条真理言说，叫人家你记住，你要观想，观想这个气，锁住它，心念不要动，前念去，后念如不动。点，这完全是邪说，狂妖障语的胡说八道，这都是错误的。要多教导人修菩提心行，才是明心见性的人应该做的。第24条，任事务轻松后再学佛。有的人想到我现在非常忙，等以后把工作做完了，生意发展好了，或者等我岁数再大点，退休了再来学佛。有这种想法，马上就种下堕落种子了，而且这个种子就是从这种认识产生的那个时候种下的。学佛要当下开始，当下提起正念，就是现在我讲法的时间，你们就要开始学了。因为人死无定期，你不知道哪一天就要死了。第25条，任徒众多者为圣贤。只要看到某人的徒弟很多，哦哟，10万多人，100多万人，3、400万人，认为这不得了，这是个大圣者。有这种认识就错了，徒众再多，都不一定是圣者的。其中也有大圣者，如第4世土登城利华桑波多珠钦法王，就是莲花生大师转世。所以千记小心，声誉的张扬代表不了圣量的本质。我就认识3位圣正量的大圣德，除了其中1位有几个仁波切弟子，另外2位都没有过徒弟。但是那些有100万大军弟子的空洞理论派的假法王、仁波切、大法师，哪一个有他们的正量高、成就大呢？根本边际都不着。所以依徒众多少来判定谁是圣者，是错误的。第26条，任无圣正量菩提心者为真圣。没有圣正量，没有菩提心，但是由于此人宣讲摄受动听，加之世人不通经论，
一时误见，就认为这种人就是真圣者，这是错误的。真圣者必须要有圣正量，还要有菩提心，两者缺一不可。第27条，认不了一伏藏为圣物。在西藏有很多大德活佛们，经常把伏藏品拿出来说，这是伏藏品，是某某大喇嘛、某某大法王何年何月在哪里开藏的，那是不了一伏藏品。什么叫了一伏藏？要考证的，考证所说伏藏品是不是真伏藏品，依法而修，修法观看，确实出现了圣香，而不是虚幻图形、光影色变，那才叫了一伏藏。只要你认可不了一伏藏品为真伏藏品，就是错误之见。第28条，任有意否认说过做过的事。凡是圣者，他说过做过的事，他绝不会否认。凡是说过的话不执行，做过的事又否认的，这个人已经不是圣者，不是一个合格的师长了。只要你自己有这种观点行为，或认同他人的这类观点行为，都是错误之见。第29条，任故意隐瞒大圣德上师。有的人故意隐瞒其圣者上师，怕圣者上师知道某些事以后造成自己被批评，或者有些事不好意思说，出自有意的隐瞒，这是错误之见。第30条，任持有金刚丸等5大丸就可成就。认为自己拿到金刚丸了，或者拿到大宝丸、至宝丸、甘露丸、长寿丸，所有这些圣丸都拿到手中了，就能成就了。有这些丸是好事，但这与成就无关，成就要靠自己实在地修行。第31条，认自己业力重，无成佛种子。有的人认为自己的业力重，想到我业力太重了，黑夜深，我做过很多坏事，哎呀，我很可怜的，我是不会有成佛的种子的，这是错误之见。业力无论有多重，只要真心忏悔，改做好人，修好行，学好法，一样成就。第32条，认他道众生无佛性。认为除了我们人有佛性，其他的众生都是没有佛性的。有的众生本来就是低级的，某些众生本来就是生来给人吃的，这是错误的。众生是平等的，他们都有感情，都有悲欢离合，况且众生都是在6道轮回中互相转换的。想一想就明白了，人有佛性，难道人应当在6道转换中变为鸟就没有佛性了吗？第33条，认只要有法就会证道力。认为只要自己学了佛法了，道力就一定会产生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必须要依于修行才能产生道力。当然，最好是依于解脱大手印，这是最好的佛法。可以在圣意内密灌顶进行时，发真心，起真行，入真法，将心行愿力圣法结合在一起，这是唯一能当下正圣量道力的法。但是要的进行灌顶，必须要首先学好行持解脱大手印的前行和正行，作为绝不可以缺少的脉源。第34条，认错误不当下纠正。发现自己有错误不当下纠正，过后再纠正，或者过半个小时，或者10分钟以后再纠正，都不好，应该马上纠正，当下纠正，成为正见。第35条，认行善布施者就是高僧大德。看到一个高僧大德喜欢行善布施，就认为他那么善良，喜欢救济，他一定是个高僧大德圣者，却不去思考他是否通经藏，是否犯了邪恶，错误之见，是否有圣法，这是错误的。第36条，认改编法本手印咒语。经常有许多人搞一些假的手印、假的咒语出来蒙骗众生。要知道，每一个手印
每一个咒语都有一个护法与之相应，而且要把那个手印与本咒合施，这个手印或咒语才真正有效。不管自己有改编法本手印咒语的想法，还是看到他人有这类行为，都不能赞同，包括篡改法音，都是严重的错误之见。第37条，认五明不在菩萨中的。经常说五明在菩萨中的，但有人就说菩萨们不一定会五明。一定要反问一个真理，菩萨不如凡人吗？凡是大菩萨，必须具五明。因为如果一个菩萨连凡夫的智慧都超不过，那他就是假的，至少不是大菩萨。想一想就能明白，他比凡夫智力差，还能说明其身口意之结构是圣智力的菩萨吗？第38条，任上师可所拿弟子财产。做师傅的人，作为根本上师的人，认为他需要钱的时候就可以命令弟子把钱上交给他，需要物的时候只是把弟子拥有的物拿给他，这是错误的。上师如此就是邪恶见，弟子认同就是错误之见。第39条，任借法脉传承做弟子供养之器。有人认为自己是某一派的传人，比如噶举第1代传人、第2代传人、第3代传人，或者是宁玛第几代传人，是萨迦第几代传人，格鲁传人，又是显宗什么传人，小乘什么传人，借这个法脉的传承为本钱宣传自我，为盈利夺取财物之器，向弟子所拿供养，这都是错误的。这不是佛菩萨的行为，不是大德上师，是借披圣师皮的假圣者。第40条，任自赞炫耀是得人圣典。赞叹炫耀自己是道德圣者的行为，无论自己认为还是认同他人，只要炫耀自己是德人，是圣者，是典范，这个人绝对是凡夫，是不正确的。第41条，任子女不善导父母入正见。作为子女，有时会遇到父母不学佛，子女束手无策，于是干脆就不管了，放之任纵，这是错误的。子女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孝顺父母，使他们高兴，感化他们，善导他们，让他们逐渐走入正见，走入佛法的道路。子女要努力善导父母入正见，让父母幸福，不能撒手不管。第42条，任为格石采沙作坛冒称圣坛城。在藏密法当中，有很多人都说他修法的坛城是圣坛城，什么十轮金刚圣坛城，什么普巴金刚圣坛城，什么密集金刚圣坛城，大威德金刚圣坛城，上乐金刚圣坛城，毒法母金刚圣坛城，轮回亚马圣坛城，似乎全都是圣坛城，金刚砂也拿去卖钱，完全乱七八糟。记住，圣坛城只有一种，这一点在法义当中是非常重要的，仅仅次于佛降甘露，只有格什建立曼荼罗，才叫十香圣坛城。未经格什建曼荼罗，均不是圣坛城。第43条，任大菩萨不如山神护力强。认为某人是大菩萨，但是他的本事不见得大，他保护加持不了众生，保护众生还是要山神才行，还是地脉龙神、土地神他们比较起作用，只要这样认为就是错误之见。大菩萨是何等了不起的概念，山神土地的道力是完全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，是菩萨保护山神，而不是山神保护菩萨。第44条，任凡药配制丸为真甘露。把各种凡药混在一起制成的药丸，经过念经诵咒修法以后，说成是真正的甘露，这也是错误的知见。第45条，任闭眼所见之光是佛力显。认为闭着眼睛看到的光就是佛法，
是佛力显现。一定要记住这一条，闭眼所见的光不是佛法的力量显现，佛法的力量不是虚幻图形，是实实在在的东西。比如你们今天这么多人亲眼见到、亲身经历的就是实实在在的，如陆东赞的功夫、开出的拙火、妙空、阿寇拉摩等的正境，当然还有很多实实在在的东西你们没有看到。总之，不时的非眼开亲见之光皆虚幻图形，就是亲眼所见之光，也要看是真佛力所显，还是电光所显。